欢迎收听3月24号的迦南之声，我是世谦牧师平安。我们今天呢要来分享的是士师记的2章11到23节。士师记的2章11到23节，接续昨天的经文，当我们不认识、不知道上帝，不知道他所行的一切事的时候，哇，我们看见这个循环无可自拔，无法自救，的确人也没办法自救，因为过去上一代他们也是依靠着这位唯一能救他们的上帝，以至于他们得救，甚至他们得胜。但是来到了这个世代的以色列人，真的是看了很难过啊，就在那个罪的循环当中，陷入那个罪和偶像的崇拜，因为他们不愿意赶除这些迦南人，不愿意赶除这些心中的不信、怀疑、骄傲、自义，结果就陷入在罪和偶像的崇拜当中。然后就在这里面呢，今天的经文就有讲到当他们这样行的时候，上帝就让他们自找苦头，自取其辱。就在那里，以色列人被奴役，被恶待。可是就在这个时候，当以色列人意识到自己真的是好苦啊，那个重担好大啊，真的是没有办法靠自己来得胜的时候，他们又想起了这位祖先的上帝，就向他来呼求。在今天也是我们 RPG 祷告的经文就这样说，2章18节，耶和华为他们兴起士师，耶和华与士师同在，士师在世的一切日子，耶和华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，耶和华因他们受欺压迫害所发出的哀声，就怜悯他们。在这当中，上帝仍然愿意拯救，看见他的怜悯，向这一群跟他求救的以色列人发出。上帝看见他们这样的境况，不是说犯罪就付出代价吗？然而我们却看见一位怜悯人的上帝，他在这其中兴起士师，借着士师，借着跟随他、听从他话语、领受他恩典的士师，以色列人在被拯救。在那个境况中，他们又恢复到侍奉上帝的这样生命旅途中。然而在这个过程里面，我们看见是一次又一次的循环正在发生。面对到这样的循环，其实士师记给我们一个人性或者是人真的是很有限的视角，让我们看见人会忘记，甚至在那个交接或者是在那个生活当中这是小事啊，没关系啊，下一次再这样做就好，就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断的陷入在这罪的循环当中。然而面对到这样情况的时候，上帝并不是说反正他们就是这样循环，就让他们一直循环下去就好，而是当人真的愿意悔改向上帝的时候，上帝的怜悯就临到他们。然而这怜悯并不是一个随意简单的怜悯，而是当我们所领受、所经历到的那个困难和挑战有多大，压力有多重，其实上帝的怜悯就有多大。所以过去有一个神学家叫潘霍华，他就讲到，我们所领受的恩典
我们所领受这个不是我们自己付出什么而得到的，叫做恩典，是一个重价的恩典，而不是廉价的恩典。这个重价的恩典到一个程度，是它使人付上生命为代价，就像耶稣基督为我们死，为我们的罪付出那个代价，这是恩典。也因着这样的恩典，人能够得着重生，人能够恢复他在上帝里面的创造。我们仔细想，突然压在身上几千斤多少重量的压力突然被拿掉，那个感觉就好像有人帮你搬起来移到另外一个地方，是因为有人帮你付代价，所以这个代价它不是一个随意就可以做得到，而是上帝他的怜悯大过我们应该要受到的审判。潘霍华持续说，他是重价的，因为他是定罪，他是恩典，他使罪人称义。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使我们能够向罪恶夸胜，不是因为我们不会犯罪，而是我们看见即使在4世纪这样的境况当中，上帝的心意仍然是要向我们发出怜悯。他对罪恶的心意是公义，是审判。然而他面对活在罪恶当中的人，没有办法自救的人，当他们愿意悔改向上帝，主，我愿意来改变的时候，那重价的恩典就临到我们当中。上帝兴起士师，向那一代愿意悔改的人说话，以至于他们得胜，甚至他们就在那个当中能够成为那个世代的榜样。这样的恩典是从上帝来的，源自他对我们美好创造，以及他对我们怜悯慈爱的眼光。当我们面对到上帝的怜悯，我们发现只有他能够向罪恶和审判夸胜的时候，活在这个重价恩典当中的我们要如何数算自己的日子呢？诗篇90篇说到，我们要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，得着在这个有限的日子当中，什么是上帝创造我们美好的心意。我相信绝对不是要我们活在罪恶的循环当中，反倒是要我们知道这恩典有多重，我们所领受的祝福有多多，以至于我们可以在罪恶的世代、黑暗的世代里面，因着倚靠回转，被上帝来兴起，成为那个世代的祝福，成为那个世代的一个小小的烛火。愿上帝来赐福我们，读到越是令人难过，越是觉得没有盼望的经文的时候，我们更会发现上帝仍然与这样的世代同在，他的怜悯没有断绝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为我们自己所经历的重担、压力，还有我们所看见好像这个世界世代有许多觉得困苦穷乏，需要帮助，需要救赎之处。但主，你也让我们看见在这样的世代里面，透过4世纪，你也让我们发现你的怜悯就在我们的压力重担当中向我们彰显。主，你的怜悯带来你的拯救，
主啊，你的拯救不是个廉价的恩典，而是真的是将我们身上那个重价、那个重量带走，以至于我们可以觉得轻省。主啊，你是全能的，你是有力量的。主啊，让我们也不轻忽我们所领受这重价恩典。谢谢你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可以在这样的世代里面，带许多人还没有定义要跟随你的时候，甚至那个人是我们自己，我们就可以在今天来选择，主，我们要定义跟随你，好叫我们在我们活着的日子得着智慧的心。谢谢你与我们同在，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迦南之声，我是世谦牧师。愿上帝赐福你，得着智慧的心，在各样的时候世代都成为上帝手中贵重的器皿。我们明天见。